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民进党王义川讲，手机定位会当来分析抗议民众 ，NCC 直反映强调，电信业者无提供资料，所发布网讲其实有困难。中国国防部长当军伫国际论坛讲，甲台湾分裂出去，一定会粉身碎骨。行政院长倒因台希望双方保持诚意。台北国际电脑展明仔载开幕，开台的执行长黄仁勋，佮美国超美的执行长苏姿丰等大头家拢亲身来台湾。咱先来看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之前伫电视节目讲到，透过手机定位，会当分析直反映外口民众的特性，引起各自的争议。早起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邀请 NCC 数位发展部等单位来报告。NCC 的主委陈耀雄是强调讲，三大电信业者无提供资料。数发部的部长黄彦兰嘛指出讲，技术上是做会到，也毋过实际上要串联这些资料是真困难。反对推动国会改革5法的青鸟行动，是写袂少民众来参与。不过，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倒一搭伫节目顶讲，会当用手机定位分析立法院外口民众的告知。这个话题持续引起关注，嘛加做立法院调查攻防的重点。大用国家机器来去监控我们全体的人民，资料的串接是都有在散布在各系统，当然可行，但是会相当的，所以这个技术是可行的，可行，但是会相当困难，因为要串接很多系统。那事实上每个系统是独立的。针对这一次的青鸟行动，有没有进行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数据的一个掌握呢？那三大业者到会做行政调查的时候，就表明他们并没有提供给任何的这些所谓特定人士、政党也好，或是企业也好，这些相关的资料。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就数发部甲 NCC 等等的单位，针对国家机器用手机定位分析民众各自特性等等的方式，侵犯人民的权益，进行专案报告。NCC 主委陈耀雄指出，根据报告，三大电信业者拢无提供资料。中华电信董事长嘛回应讲，并无提供相关当地分析的资讯。519、521、524、528这几场大型的集会游行，有没有任何单位来跟中华电信申请了手机的这个电信心灵资料？没有，政党相关的集会游行相关的活动，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析。我正式跟你检举，是这个假新闻。你要怎么处理？我们可以不可以处理？我们依法定程序处理哈。这个如果说委员已经检举，我们本身好，我正式检举哦。有没有落实事实查证这个部分，我们去处理。NCC 指出，已经接到相关内容的申诉，会依法来处理。在所谓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电信业者提供去识别化大数据资料分析，就要确保无法度直接或者是间接识别出特定个人的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一就是5日节，行政院长倒英台早起去视察海巡，颁发加菜金，嘛强调讲会来重视海巡能力的问题。另外，针对中国国防部长当军伫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论坛，讲出甲台湾分裂出去，一定会粉身碎骨的谈话。倒英台是表示讲，两方无应该互相攻击，应该爱诚意沟通。海巡军南空勤伫升机出发执行任务，行政院长倒英台徛伫咧海巡嘉义站顶头，一手指意，57日要到海巡会加强扫荡的威力，打击不法。这是倒英台上任了后头一届视察海巡，特别来挺前线人员颁发加菜金。政府当你们的靠山，遇到不法的情形，该抓的就抓，该扣的就扣，该罚的就罚，该驱逐的就驱逐。我们要在量能上增加。人力上增加，设备上更新，所以今天特别来到这里，也是在落实这样的一个政策。中国伫5日抗了后，继续加强对台施压。中国国防部长当军就伫咧香格里拉论坛佫讲出，若甲台湾分裂出去，必定会粉身碎骨，恐吓台湾。倒英台表示，两方应该爱提出善意，无应该安尼碰碰叫。我们已经释出了很多的未来的善意的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也希望不要在口头上互相的做攻击，我们愿意做，我们也愿意等到更有看到比较希望的那一天，也就是春暖花开的那一天。倒英台这礼拜要继续办到，请民进党立委外界解读是要加强行政立法部门合作，备战国会攻防。倒英台表示，行政院会和立法院各党团保持关系，加强沟通，希望两院未来会当好好合作，做回来进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国防部公布，昨几天有8架厝的中共军舰，佮有4架厝的海警船伫台海的附近活动。佮加上中国国防部长当军对台岛的话是讲甲真重哦。有学者是认为，应该是美国联合民国来进行演习。佮有最近美国的发言，互中国的压力是愈来愈大，所以因对台海议题是非常的袂放心。接见世界和平基金会来宾，总统赖清德强调，台湾伫地缘政治中心是印太地区重要的民主国家，指出教育甲国际制裁的重要性。感谢世界和平基金会选择来到台湾，一起来促进教育交流、世界和平的目标，将加深台湾跟国际的连结。提升台湾的全球影响力。不过，中国一直不离威胁，国防部公布初至几天，查到8架厝的强舰甲4架厝的海警船伫台海周边活动。中国国防部长当军伫新加坡香格里拉对会，将对美中台关系发表的演讲，被认为是言论比以前更加强烈。外部干涉势力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的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正在把台湾引向险境。不过，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甲军事战略研究 NGO 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最近公布一份115页报告当中，分析中国伫未来5年可能分4阶段实施无开战到接管台湾的战略。为第一阶段封锁台湾周围海空域航线，切断海底电缆者造成动乱。到第2阶段破坏美台关系，第3阶段提悬军事威胁，最后目标是签署和平协议，加建立和平委员会，来完成中国对台湾的控制。就北京来看，现在是美国的对台的动作越来越鲜明，政治操作者这方面作为一定会越来越大，军事的行动上面，它会适当管控的。学者认为，最近美国联合民国进行相关演习，迄就是伫个外交场合的发言，笼带互中国更较具体压力，互北京当局伫台海议题顶悬展现真悬的无安全感。不过，中国目前无希望破坏美中会军的军事活动，研判对台海的适度管控军事动作，继续透过政治操作来进行阵地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回台的执行长黄玲芬昨暗伫台大演讲，台湾主要供应链的头家嘛拢去现场相听。黄玲芬表示讲，台湾的供应链是推动人工智慧重要的关键。伊嘛一再强调，台湾是无名的英雄哦，算是世界的指标。黄玲芬对台湾厂商的肯定，嘛互今仔台湾股市是红记记哦，盘中是大起超过400点。回台执行长黄仁勋去台大体育馆演讲，呼应进前伊伫台大毕业典礼致辞，讲出社会了后，都爱拍拼各种的，唔通死守看行，爱做一个大人。So I cannot walk, I must run. We have a lot to cover. I have many things to tell you. 详细看台卡来听演讲的，有真侪是回答台湾供应链的同伴，亲像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光大董事长林炳利拢伫台卡。黄仁勋伫台顶展示因公司地球气候数位详细啊，会当预测未来地球出现的变化，买当预防天灾。它融合了人工智慧、物理模拟和观测数据，可以帮助国家和公司预见未来，并应对极端天气的影响。回头看过去的发展，为个人电脑 PC 开始革命的历史，未来 AI 嘛会展开一段新的产业革命，为 AI 工厂、机器人发展到所有人类。台湾是无名的英雄，却是世界的支柱。一起，我们推动了产业的复兴，辛勤的耕耘，让我们能够踏入占星运算的领域。亲爱的伙伴们，你们是 AI 产业革新的后盾。NVIDIA 他们这方面，不管在硬体、软体方面，他们都看到很大的成长。那当然，这也代表我们台湾的机会嘛。NVIDIA 有很多协助新创的啦，或者这种帮助台湾做研发，我觉得我们会跟他们配合。黄仁勋上尾以一段欢喜的影片，感谢台湾的企业乘做 AI 产业革新的靠山，这话嘛带动车衫台股开盘开悬走悬，盘中捌到21577点，大起超过400点。数学部表示，未来 AI 是重要的产业，会甲回答配合，鼓励台湾伫 AI 人工智慧的研发、新创甲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国际电脑展明仔载要开幕，今年的主题拢是甲 AI 人工智慧相关哦。重要的科技业的大头家嘛拢来到台湾。美国超美的执行长苏姿丰之前是讲，因准备要投资50亿伫台湾来设研发中心哦。伊伫早起的演讲嘛强调讲，人工智慧等于改变咱人甲电脑互动的方式，嘛有等是因公司的新产品。8日南港展览馆内底人是叉，拢是为着来看台北国际电脑展览。开幕的主题演讲，头一个是由美国晶片大厂超美执行长苏姿丰来拍头阵。早安，大家好。大会头就先用华语亲切甲大家小酒问。苏姿丰邀请几个合作的同伴就台，包括台湾华硕电脑董事长施宗栋，要求我台厂的供应链，伊讲 AI 当咧更新人类甲电脑互动的方式。AI is our #1 priority, and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an incredibly exciting time for the industry as AI transforms virtually every business, improves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reshapes every part of the computing market. 伫 AI 的风潮要徛好在，包括即时翻译、形成式能力，拢是过去无度想象的代志。苏姿丰提出超美第3代形成式 AI 处理器，呼应今年展览的主题，甲重点放伫 AI 真强的运算能力。也有对未来影响。AI 是今年的亮点，也会是未来10年、20年的亮点，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台湾是在全世界 AI 生态系里面具有最重要的供应链的角色。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览，计共有1500多间厂商来参与，规模是真大。黄志峰指出，台湾的地位是无法度简单就去互取代。按算会吸引超过5万的海内外买主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的罗东成功派出所，昨饭店2点外有人放火，烧掉6台奥多拜1台脚踏车。这嫌犯个赛车去弄警察车，伫抓人的过程有2个警察受伤。这嫌犯是讲伊是不满互警方处理，所以才来放火。警方已经抓到人，移送法办。这嫌犯嘛已经防收押。监视器翕到，翠里透早2点外，罗东警分局成功派出所边仔停奥多拜的所在，有一个戴安全帽的查甫人伫咧遮行来行去。这个查甫人离开无偌久了，现场随导火，也有爆炸的声音。有6台奥多拜、1台脚踏车，加派出所外口的电线拢被烧害。这个查甫人本来是开1台轿车离开。警方认为这个死过的查甫人有嫌疑。伊敢若是因为违规停车，互警察开单正不满，要调监视器发现，伊走去加油站买7克的汽油，结果返来现场放火。郭姓犯嫌是前往台北市的某加油站以保特瓶来装汽油。那在今日凌晨到我们成功派出所来纵火。随日透早3点半，警方伫咧伊徛家附近发现伊，缀伫咧伊后壁，伫咧新寮1路的时阵，甲伊的车砸落。伫过程中，这个死过的查甫人还佫开车弄警车，造成2位警察受到轻伤。警方甲伊的车窗攻破，抓到人。拦停的过程中，这个犯嫌有试图冲撞我们员警所驾驶的巡逻车，所以后面就以妨碍公务的现行犯将其逮捕。为什么要去警察局纵火？有话要说吗？警方依照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也有毁损罪等罪嫌，加这个死过的查甫人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并请检察官申请羁押。宜兰地检的法官伫半暝裁定收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东港的大坪湾看海大桥是一座会当开、嘛会当收的桥。但礼拜6、礼拜日拢有开桥的表演。昨下晡有民众发现讲，我近大坪湾迄边桥开起来一半就卡伫卡掉的，停伫半空中哦。管理处是表示讲，这是因为线路故障，大约1点钟就修理好势咯。顶礼拜民众来观赏屏东东港坪湾大桥开桥表演，结束了后，本来2边的桥面拢应该恢复到180度平面，互车辆通行，所以发现一边的桥卡条的，时间超过10分钟。桥面要准备复位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卡住？就是卡住一边，然后没有全部放下来。
然后我跟我的家人就在那边讨论说，它是不是坏掉了？这座跨海大桥连接着东港镇南平里甲嘉联里，嘛是南平里主要连外道路。二号迄天，民众破弯桥面无法度复位，影响着正常的通行。开时间来检修排毒，嘛有现场一度敢若会当单线双向通车，造成塞车。都有3次，通超3。会不会对你们造成困扰？因为这个是我们唯一我们南平里的对外连外道路啊。即只旁船要过，也是上拢爱动差不多20分半点钟也有啦。就真正介条面啊！嘛有临近徛好破弯桥的人，有时阵也因为船只要经过来高管，造成无方便。批管处回应，当港有可能是线路异常，才会互桥梁无法度关起来。当暗先互桥面扩过，后续会请厂商来修复。靠弯预测因故没有办法放下，经紧急联络厂商检查之后，发现是线路异常。有民众反映桥梁一档做侪届无法度关闭，批管处回应这是新冠肺炎了后第一届来发生，距离顶届上少3档以上，3年有较悬的频率来故障，经过整体检修已经改善，正确的故障数就要搁统计。记者王丽婷、明昭宽口正准屏东报道。高雄的异乡天地百货广场昨暗有民众指出讲，伫停车场等点外钟，车阁驶袂出停车场。民众是批评讲，停车场的动位规划有问题。也毋过商场是表示讲，是因为落大雨，附近拢会塞车，才会造成停车场的车驶袂出去。路口监视器会当看到，初二下暗高雄落雨，即间百货公司停车场出入口，侪车拢塞伫车路，车辆完全无法度顶动。这时阵真侪车也塞伫停车场内底，有民众伫网络卖讲，今日伫停车场内面塞甲1点外钟也袂出来。不满的民众伫网络批评，也伫 Google 写一册评论。其实因为即个百货公司隔壁阁有大卖场，民众拢知影，才特塞车。不好事都会。出入口是以大顺路，毋过因为大顺人做轻轨，所以刷来这边，就全部的车用伊这条路顶管。我当然是会希望可以改善，但是其实这个感觉起来是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毕竟车道就是这么宽。受困伫地下停车场的民众真不满，百货公司表示讲，地下停车场总共1600个车位，拜日下晡拢是满的，暗时外口的车路本地就拢是车，才致使为停车场出来车无法度顶动，迄阵有车人员到场管制。差不多下晡1点的时阵，停车场就基本上要满啦，所以基本现场就安排咱人员去注意咱遮的民众会使甲车停去阮的体育的停车场遐做停放，会使。甚至分散咱的民众停车的所在。交通局表示讲，东港停车场的出口号志拢是正常运作，而且迄条龙德新路路况拢是无问题。因为落雨天车流量本地就较大，才会造成路上塞车情形。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政府伫109年宣布讲禁止使用铁虎这款蜡具，也毋过伫台东县一档嘛是阁有30-40件动物掉伫限制受伤的通报案例。台东县的那个动物防疫所今年到当嘛已经阁接到13件通报。县政府表示讲会来追查，嘛提醒民众使用铁虎防掠着上济是会当罚75000块。这只伫台东县流浪动物收容中心的流浪狗。因为伊倒病的后骹无细日伫野外去互铁虎夹着，第礼拜放送来收容。毋过因为伤势严重，兽医师只好甲伊开刀截肢，目前还阁伫咧观察。根据台东县动物防疫所的统计，每一年平均有30只至40只流浪动物去互铁虎夹着伤的案例。今年到当已经有13件，大部分都发生伫咧山区果子园的附近。可能是有人为着要防止山底危害农作物，毋过这款的行为是已经违反动保法。是这个捕兽夹和山猪钓抓到犬猫的话，大概是15000元到75000元的这个罚款啦，但是这个是指设置的部分哦。目前政府已经禁止使用铁虎来做蜡具，推广使用改良式的。不过，伫野外也是有数量不明传统的铁虎。老人讲，虽然即马有改良式蜡具的限制，不过流浪狗啊、甲流浪猫啊实在是太济，因也是有可能会掉伫限制，应该爱加强流浪狗甲流浪猫的管理。驻地有示范那个要夹那个会来伤害到农作物的，才会有这样的陷阱。谁要想要夹那些东西？老人强调讲，蜡具一般是伫山顶的蜡场咧用的，
不过流浪狗啊、甲流浪猫啊，会去互铁虎夹到的所在，一般拢是发生伫农作物的附近，并毋是猎人坑的。官方强调讲，会加强巡查，嘛呼吁民众毋通搁坑铁虎。若是发现搁有动物因为铁虎来受伤，去用查到，罚款会罚搁较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东边火烧山几日了，消防员搁拍拼在拍火，超过1万英亩的土地拢烧了了，附近的民众嘛已经先撤离了。伫咧旧金山东边，互人叫做克罗大火火势，即马烧的方向探向有10万人口的城市翠西部分地区，已经有厝被烧害。火势自拜六初一下昼开始烧，有2位消防员受伤，好在在无大碍。Currently, we're engaged in this fast-moving grass fire. Fire crews are out battling this fire in very tall, dried grass. And you can feel the winds at our back right now. 即马已经炭烧超过14000英亩的土地，差不多3成的火势被控制。火一开始是伫咧离加州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也是美国重要核武器科技中心之一的所在地所管理的山峦顶开始烧，才有发真侪草啊。导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The big concern is the grass crop. Being out, just walking through it, it's 4 feet tall, and it's pretty thick and matted. We thought a light flashy fuel, that grass just burns so readily. 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发声明讲，目前野火对实验室的相关设备或者是运作无造成威胁，也已经下令疏散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方便规个拜六监控灾情。根据气象预报，随时的温度上悬到摄氏29度，无落雨。将来天气会更加热，另外包括翠西在内圣约金各地将会出现危险高温的天气，温度上悬会到摄氏39.4度到42.2度。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南非的大选昨完成开票，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摕到40.2%的票数，30党内头一届国会无过半，爱甲在野党来做联合政府。南非的总统拉马福沙是表示尊重选民的选择。经过大约时间的开票，南非大选结果出来，无任何但执政党伫国民议会中过半。执政的非洲民族议会只得到40.2%的得票率，席次为2019年的230席，大落败到159席。南非总统同时也是非洲民族议会主席拉马福沙发表谈话表示，这摆大选反映人民的意愿。They expect the parties for which they have voted to find common ground, to overcome their differences, to act and work together for the good of everyone. 另外，中间偏右的上大反对党民主联盟得票第2，得到大约22%的选票，会出伫87席。东区史丁福森已经表示，为着避免有一摆涉贪的前总统祖马政府，伊准备好就共组联合政府，甲非洲民族议会等其他政党协商。The voters have chosen not to give anybody a majority, and therefore the voters expect now their leaders to, in a mature manner, sit around tables, discuss what is possible, what is not possible. 南非议会实行2年制，由国民议会甲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组成，任期拢是5年。国民议会拢总设400个议席，其中200名议员是透过全国大选来产生，另外200名议员是由省级选举选出。根据南非宪法，新一届国民议会产生了后，国民议会会选出南非新一届总统。民众对这摆选举结果多数感觉欢喜。If we don't have one government that have the ultimate power, at least if we've got 2 or 3, I think it would work better for us. Seeing for the past 30 years, I wasn't impressed about the present government. 执政的非洲民族议会30年来头一摆失去国会多数优势，分析指出是南非选民不满识别率无平等、甲欠电等问题所造成的。另外，前总统祖马领导的新政党民族之矛是得到58席，10.59%的选票。祖马煞谴责大选作弊，也无啥可能甲现任总统拉马福沙做联合政府，和执政党恐惊会面临艰难的谈判过程。公司新闻，电话林编译。
再来看美国的前总统川普6月7日开个人的 TikTok， 川普要批评 TikTok， 嘛把拍算要来禁止 TikTok， 所以外界認為講，伊是想要吸引少年選票才會加入哦，正加入就有300萬人追蹤咯。The president is now on TikTok. It's my honor. 前总统川普在暗时第一摆启用 TikTok， 随即马上上传伊参加纽泽西州一場 UFC 將其擊倒冠軍賽甲觀眾互動的短影音。這短影音已經超過5600萬次觀賞，也上好啟用了後，也馬上吸引300萬人。今年3月，伊捌講 TikTok 是對國家安全有威脅，毋過禁止，也互一寡少年人真受傷。即馬川普轉變心意，加入家己以前禁用的平台，並認為可能對伊第3擺選總統有幫助。事實上，川普自2020年就用國安做理由簽署行政命令禁止 TikTok。伊2021年敗選了後，新上任總統拜登宣布撤銷禁令。美國在11月7號總統大選，川普拜登要個對決。川普講，伊會利用一切影響的工具，甲美國人民直接對話。頂禮拜封口會案件遭到判刑有罪的川普，也照上電視，佮批評司法體系。The judge could decide to say, hey, house arrest or even jail. It could. Face what that could. I'm okay with it. It's weaponization, and it'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總統拜登早佇 TikTok 展開競選連線的社會媒體進行，目前有超過34萬追隨者。前前一陣仔，伊才簽署一項法案，要求所屬的母公司直接跳動將 TikTok 賣給美國，啊若無會予美國已經有1.7億人使用 TikTok， 無法度佇美國繼續使用。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過來消息，我來看東山會認定講，救國團是國民黨的組織，61筆土地，12億3000萬的現金，國家要收回去。最近國民黨的立委游和等37個立委提案要來修正東山條例，外界嘛質疑講，這是要幫救國團來解套。民進黨的立委是批評講，國民黨的人數較濟，就無法無天，呼籲民眾黨就愛徛佇正義的一邊。經營超過1甲座救國團金山青年活動中心，因為被判定是不當黨產，去年底結束營業，收歸國有。因為救國團被東山會認定是國民黨的附屬組織，61筆土地，16.3億的現金轉移國有，感覺衝擊到員工的生活，包含立委游和等37位立委最近提案修正東山條例。個別委員都有提出相關的提案當然都可以再做討論。重點是行政機關如果不當的擴權，嚴重影響了公益團體的一個權益，也必須要來做檢視。行政機關它是不是有不當的擴權之後，還對於許多的團體啊無限上綱的來做一個清算，全力的清算國民黨，還去把這個公益團體啊，這個救國團。也算在這個清算之列。立會草案版本認定附屬組織但書，強調捌隸屬國家的人無佇這限制，佮溯及寄訪為東山條例公布施行之開始適用，不過也引起立會批評，國民黨靠立會攝取無法無天。柯文哲跟黃國昌過去都是站在支持處理不當黨產的一方，所以對於黨產條例，是不是柯文哲、民眾黨、黃國昌應當起義來歸呢？聯合其他的政黨變多數以後啊，要把它去受齊的啊，這樣的來把它給推翻掉的話，這個其實也違反了整個社會的一個公平性跟法的一個安定性。另外，呼籲民眾黨起義來歸，不過民眾黨總召黃國昌回應，這案件無佇民眾黨團的優先法案名單當中。救國團也回應對立會提案修法表示尊重，強調政府應該善待每一個為國家服務的良善人民團體，共同創造國家未來。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立法院的財政委員會早起將對財違法的修法進行詢答，委員是正關心行政的版本第時會當來提出。財政部長曾翠芬是表示講，因為地方政府閣有真濟無共款的意見。行政院長杜英泰嘛表示，願意繼續來溝通討論，重點是愛照顧到全國每一個縣市，唔通造成地方的落差。
已经25年无修正的财政收支维护法，最近中期检讨的声音。目前立法院提案修正财维法版本，包括国民党团版、民众党团版，加上多位国民党立委提案，总计达到14个修法版本。不过，就是一直无看到正义的版本，引起朝野立委的关注。都关心正义版本什么时阵提出？其实都在讨论垂直分配的问题，部长。你们什么时候要提对案？过去有5度提出过财划法的修正案，都没有能够完成，就是因为没有共识。在这一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凝聚各地方政府的意见，推到有共识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部分现在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努力。曾翠芬表示，一早1999年捌经过提出财委法，无通过原因就是无共识。个地方政府提出的指标差距真大，达到30至50个，爱认出共识。对于财委法正义版提出无时间表，对于此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精省了后，财源为中央的60%，地方40%变做中央75%，地方25%，地方财源相对少15%。毋望中央赶紧修财委法，让地方会当快速建设。这些精神，那从地方拿回去给中央的。财委法应该重新做好分配。面对南北联手推动修改财委法，要求中央释出15%的税收给地方政府。行政院长杜英台早起强调，在2原则之下，愿意开放讨论。我们愿意讨论，但是一定要站在中央地方互补、互相支撑的这个原理底下，我们才能够广纳的照顾到全国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人民。杜英台表示，2023年中央补助予地方的经费中，统筹分配税款甲一般的补助款，拢总超过新台币6300多亿。这也无包括减减计划、长照经费等补助。中央绝对愿意讨论财委法的修法，不过一定爱徛伫互相帮忙的立场，毋是包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检察官陈龙祥几天前，因为侦办军仔球协会侵占公款案互检察院单曲移送，最后是无受到顶解。后来检察院又搁第2届提出单曲，今仔判决嘛是毋免顶解。陈龙祥是表示感谢，嘛望讲检察院的检察委员莫阁上诉咯。因为七度有功劳，得到中央首长检察官陈龙祥伫中华地检庭内侦办曲军球协会侵占公款案，不过调查结果互检察院认定办案有欠点，提起弹劾。经过顶解法院审理了后，初三判决无受顶解。陈龙祥为对曲棍球协会相关人员涉犯图利罪嫌实施侦查，虽然有为师，但并非情节重大。至于监察院对于陈龙祥移送的其他事实，合议庭均认为不构成为师。专案引起讨论是前立委段奕康指控前立委林聪敏伫担任曲棍球协会理事长涉嫌诈领公款，不过陈龙祥调查了后，伊无起诉处分。迄当时担任秘书长的李淑慧也得到原起诉。检察院认为，伊疏漏伪造囡仔英文等犯罪事实，违反办案定书。伫头一摆弹劾了后，已经得到无受顶解确定。这一摆搁互弹劾，虽然只无法定认定，无违反这件代志，无过受理原则，不过涉负猥亵部分，情节并无重大。如何去适用法律，让我们整个事实的认定、证据我们怎么取舍？其实我们在约询的过程之中，我都有回复给高委员了，但他不接受啊，还是感谢惩戒法院啊，就是给了我这个彰显正义价值的判决了。这是陈龙祥因为这个案件第2摆互弹劾，迄当时捌引起检察体系反弹，未少检察官发起连署声援，一摆搁一摆协判无受顶解。陈龙祥表示感谢，也希望监委唔通搁上诉，实际打电话予当初提案的监委高永祥，结果进前无处理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健康署已经收到12间厂商申请结婚上市进前的审查，目前是有3间嘛已经在实质审查的阶段咯。国民健康署是强调讲，尊重审查委员的意见，因无立场。民间团体指出讲，结婚伫美国要上市进前是经过适当的审查，所以呼吁台湾都要严格来把关。
响应今年世界无婚日主题是保护囡仔避免婚丧干扰，国建署举办结婚比赛，鼓励民众结婚。对于成型婚品，国建署强调科学证实，所有形式的婚草拢有害健康。电子婚甲加结婚也对结婚无帮助。目前咱国有关禁止电子婚甲无经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结婚。对已经有3间业者加结婚禁止实质审查也会照流程，由审查小组监督。任何一个对民众权益相关的一些法案来讲，那希望能够达到半年的能够有一个结果。那另外说，如果半年没有结果，可以延长半年。也传出评估结果可能伫10月出来，国建署回应，因为有厂商资料提供的资料无齐全，也系各部件无有设市场，意思提起新型婚品的伤害，并无输传统的婚品。结婚的人，若并用几种的婚草产品，恐惊对尼古丁的瓦可性更较悬，也大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心脏血管，第二个是有很多的癌症哦，还不是只有肺癌、大肠癌，其他癌都会。那还有很多肺功能的损伤。电子烟加热烟是烟草公司让下一代继续对尼古丁成一个最重要的。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所以呢，我们政府应该要确实的一个把关。民间团体发声，美国加结婚伫就期进前也经过4年的审查，呼吁政府监督要更加严格。另外，避免婚丧以减害来包装新型婚品，也要求卫福部应该要评估禁止加未婚。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指出讲，今年台湾的护理人员是有24000个欠缴，即马伫急诊要等病床，直接拢要等2-3天。意界是呼吁政府提悬健保的预算，帮护理人员来加薪水。70多岁赵阿嬷因为发烧过肺热，怀疑是腰子发炎，车查透早到病院挂急诊检查，医生评估爱带伊治疗，毋过特别到中昼也是等无病床，今年伫个急诊室走廊继续等。今天早上来吗？对，才弄的。有床给你吗？啊？有没有病床给你啊？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病床。还要等就对了。对啊。其实亲像安尼案例阁未少，新冠疫情过后1年以来，各大病院拢欠病床。伫急诊室等病床的病人是有增加无减少，平均要等2-3天。主要原因就是护理师人力严重不够，加上今年3月3班护病比新增上多，让每各病院拢面临降载关床的困境。因为要满足护病比，所以没有把这个病床降载的病床把它恢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护理人员一个友善职场的一个表现。所有的医院都提出了很多调整薪资的办法及留任的措施，希望留住更多的资深的护理人员，或者能请护理师回任。伊个建议政府应该提悬健保预算，病院才有能力为护理人员加薪水。护理界是呼吁政府扩大发放护理津贴，毋但夜班有白班甲特殊单位，比如开刀房、急诊等，也拢同款爱发。希望今年6月毕业的季节，有较侪护理科系毕业生愿意投入病院，补足人力的缺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专门咧卖日本进口商品的卖场，唐吉诃德西门町的店家有民众翕到讲有鸟鼠走来走去，台北市卫生局去稽查，也毋过是无发现讲有啥问题。看到后架的东西掉下来，我以为是后面可能有在捕获，然后就过去看了一下，就发现是老鼠在人走。经查民众所拍摄照片中之食品，现场已无贩售，业者并已加强货架病媒防治措施，且可出具病媒防治记录。稽查现场未见老鼠或其他病媒出没等情事，尚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这个民众是表示讲，伊伫5月2日去踅这间卖场，有看到一只鸟鼠尾伫货架的顶头，惊伊一条。台北市卫生局昨去卖场稽查，并无发现讲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所在。咱来看台南市玉井的山野是真出名，最近嘛特别大出咯。农民是真烦恼讲会有贼头来偷板。玉井分局对6月开始规划8路线45个巡逻点，要来保护农民的财产。
警车分别去规划好的8条路线巡逻，若拄到奇怪代志，就会随了解状况，假日也无停困。但入玉井上出名的果子就是山野，也因为安尼较顾到贼头。为着要防止农民的果子红头板去，玉井分局特别规划好果子专案。那今年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少，所以产量减少，价格上升。那所以我们针对辖区的这个水果这个易遭窃的地点，去综合规划了这个护果专案的勤务。那总共分为4区8县，总共45个巡签点。那我们假日也有动员内勤的支援警力来加强巡逻。好果子专案是对6月开始，直到7月底大出的时，因为果子园真阔，为着要防贼仔，警方除了派人巡逻，也会甲农民宣导爱伫果子园内底设监视器，感应照明电火，贼仔才会唔敢入去。农民讲，警察斗巡逻，贼仔真是有较少。若迄要做菜的山也好啦，啊像旧年人迄个落来人嘛是。规区拢总啊拼了，景气较歹吼，就拢有即款情形。有咧巡有差，你若无咧巡哦，伊就真啊迄落。安尼袂歹啊，拄对啊巡者有差啊。玉井分局的好果子专案已经做过6年啊，警方除了会去调查各果子园规划巡逻路线，也会甲农民安全防贼仔，保障因家己财产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研究出以物理性电磁场的变化，和水果为着要保持新鲜，冷冻佮解冻了后，吃起来会当亲像是打板的同款。这项技术嘛跟甲民间业者合作，望讲会当来加强咱台湾水果的国际竞争力。三盘果子摆出来，经过冷冻，佮体变黄来，看起来软软。若这盘是甲拄切好的黄来差不多。关键的技术就是这套电磁保鲜系统，互冷冻过的果子嘛会当保持新鲜。那它会将特定的一个频率、压力以及电磁参数的讯号传送到我们这2个电极板中间，再由这2个电极板交互作用，产生电磁场。新鲜的黄来放入去这套系统，甲顶面甲下骹的电极板通电了后，就会产生电磁场，会当观测电磁波的变化。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表示，透过磁场，甲果子内底水离子重新排列，会当减少对细胞壁的破坏，互果子的保鲜期会当延长1倍以上。这项技术在国内已经摕到专利。细胞里面都有很多冰晶的结构，那传统的冷冻，不管是急速冷冻或快速冷冻，它造就的其实只是把冰晶可能比较小，可是我们现在是可以把冰晶排列得更紧密。研究团队表示，传统的保鲜技术是利用冷冻或者是加入化学剂来延长期限，不过所产生的冰晶会破坏细胞。这项技术会当把冰晶的体积压到上细，离水率上无降低6成，嘛解决业者外销的问题。在品相上面的维持的褐变，它是比较不容易抑制，香气可能保留，也会随着保存时间的拉长而慢慢的一个递减。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会当应用在咧加工和处理的方面，和冷链科技同齐使用。透过专利技术的移转，头一届甲民间业者产学合作，提升台湾果子外销的优势。记者台中报道。来看云林大比的咸菜的产量是全国第一，也毋过做咸菜一档会有1000吨的废水，嘛要开900万来处理。台湾大学生命科学队的研究团队把废水变做饲料，也是讲是肥料，真正是一减2难做回来了解。咸菜废水桶整个满满，目前还阁有100多桶要要处理。云林大比乡的咸菜产量是全台上济，不过一年生产的废水少有1000吨，但年拢爱变8万斤废处理废水，目前阁累积5000吨要要处理。我们这些这腌制废水的以前头痛的问题的我们都把它变成黄金，投入我们的这个水产养殖业这样可以。对我们的环境也有一个保护啦吼。大比乡公所表示，虽然这些废水拢经过咸菜专业区统一处理，不过因为处理成本高，目前还阁有未少桶要处理。台大生命科学院研究团队发现，这些废水尤其是含量高，有丰富的营养盐加金属离子，会当自管化，加做水产用些盐度调节剂加肥料。我想希望未来云林县政府跟台大这边能够持续合作，能够把这些相关的这些农业的一些剩余的一些资材重新再转利用，本身的专家学者来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宝贵意见。那我们在经济循环再利用当中，云林县希望成为一个零废的城市。
云林县府表示，县府代代团队大比乡公所签合作备忘了后，会建立农业村的主宰主管化循环经济模式，希望会当解决当地几年以来咸菜废水的问题。甲废水主管化了后，导入水产养殖，加做生态循环经济模范。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因为方面。往南平线、西北部、佮有西部的雨已经停了，也毋过气象署是表示讲，拜三哦又佮有方面，佮加上东北风会减弱，所以温度会升悬。未来这几天哦，天气拢会较热热。台北8日透早雨停啊，天气变好啊。气象署讲，因为方面往南平线到巴士海峡各地水气减少，但山区南部以及东部地区也是有一寡雨水。今天随着锋面已经南移到了巴士海峡，所以整体的降雨是跟昨天相比是比较趋缓的。不过还是要留意在各地的山区、南部还有花东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气象署表示，拜二开始，因为华南云系豆豆接近，全台水气会开始增加。刷来拜三，各有方面对台湾西平线入来，到拜五为止，各地拢会有地渐雨。周3到周5这段时间呢，会有一波波的一个华南雨取代东移，预估算是一个比较偏间歇式的一个雨势。各地还是要留意，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拜一受到东北风影响，东北部地区温度是22到26度，中南部地区26到30度，拢是暗时较凉冷的天气。拜二开始，东北风减弱，温度回温，北部地区温度是27到30度，中南部会升到30度左右。加上落雨刷来，全台拢会是感觉较翕热的天气。记者王考选柯明哲台北报道。再来看桃园哦，去年开始试办组合式减速平台，利用去年在这地板哦，佮加上反光的标线，互汽机车驶经过这路段，就会自动来减速。这款设计哦，一工就会当完工，并且哦是会当降速3成。马叫外观市有兴趣想要了解。车经过减速平台自动降速。桃园去年起试办组合式减速平台，目前全桃园有6个设置组合式减速平台，包括板尾线2个，甲路段行4个，平均降速达到3成。大家到那边就慢下来，还有的不知道骑机车就会跳啊。晚上的话，骑机车的有的骑很快啊，那就会跳。最安全啦，他们这样速度没有那么快啦，会停一下啦，大部分啦，都会速度会比较慢。交通局表示，过去点啊加设减速平台铺设了是了工，时间爱封路解读。新设组合式减速平台以无帮助装，工程无受天气影响，时间基底一天内就会当完成，也会当以路的跨度调整大小，降低迷远。自去年推行新式实体减速设施组合式减速平台，以橡胶材质组装设计加上反光标线，促使汽机车用路人自动减速。针对桃园新设减速平台，已经有外观市来学，新铁管已经提案争取内政部经费，要伫无号志路口设置减速平台、减速标线，也毋过也有关市认为减速成效也有待评估。关好车辆长时间搞来搞去，坎坷无平，颠倒互老大人跋倒，有国赔记录，暂时无得得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6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受难者的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办纪念活动，嘛要求中国政府爱公布当初死亡的名单，公开回失礼。另外，华人的民主书院嘛邀请台湾甲香港的艺术家，以唔放弃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来创作举办展览。战车驶过去，15人徛伫头前走动。这是6四天安门事件，学生百姓遭到武力镇压的血泪历史，留来鲜明的见证。35年过去，死伤者家属组成天安门母亲团体，举办纪念节。在此向他们罹难35周年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无尽的思念。罹难者亲属无法度出来，暗过一摆向中国政府要求罪名事实甲公开回失礼。以政府的名义向全社会公开道歉，
还我们公平与正义。约束35周年进前，港台艺术家受邀参加新书尊邦艺术展，这把最个心中的星星总系落落来作品，是香港艺术家刘学成将老爸迄时阵收藏的文汇报历史特刊来改伊创作的。5个星星有1个大，4个小，所以你们就会联想到是什么国家的一部分。我的相信就是，星星不会永远在天上面的。捌参加香港建中运动的蔡志豪用装置艺术展出迄几年到车路的布棚，讲因体会为争取民主奋斗的心情。去那个天安门的那个学生说是买丢体那一句，那个心情突然间就领会得到。台北雕塑家高志华作品《铁石条》，这摆伫台湾展出是3D 列印。原本展是香港大学校园，这几年互港府拆掉，调整歪曲痛苦真相，用定律师遭到粗残镇压的受难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 MeToo 运动已经满一冬，台北当代艺术馆最近规划一个关系人展览来回应这场社会运动，咱做伙来看卖。对规排的衫裤内底竟出假意的帮假人打扮，这是高雄师范大学学生组成的艺术团队，将囡仔耍的扮装游戏变做立体的版本，当咧台北当代艺术馆的关系人展览中展出，希望透过游戏推广性别暴力防治。我们相信就是议题可以融入到某种游戏的设计里面，可以透过游戏的方式来体验这个关系人的主题。展览规划人讲，展览主要是要回应 MeToo 运动，合作关系人是因为伊认为大家拢算 MeToo 事件的关系人，希望透过模拟以及游戏形态的艺术作品，引导社会对性别暴力议题的关注。这场展览其实主要是回应 MeToo 运动它对我们社会造成的冲击。那这个冲击会随着时间减弱，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跟这个事件其实是相当程度的有关系，那这个关系就可以协助你去把这个关注延长。展览中嘛有鼓励社会来增加亲子对话的作品。展览规划人嘛希望透过展览，互亲子之间会当卖歹势去讨论性别话题。记者柯选曾俊由台北报道。再来看日本的食品卫生法，今仔北部阁有东北部天气嘛是东部较凉冷，南部阁东部阁有东南部地区阁各地山区嘛是会落东部雨。明仔载开始水汽会豆豆增加，中南部阁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就要特别注意会落短暂的阵雨，其他的所在嘛会落一寡湿湿的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